位请坐。好美的一个敬拜。敬拜呢，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一种赞美，一种感谢，用不一样的形式。敬拜，刚刚是敬拜赞美，这是敬拜的其中一种方式。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有非常非常多的方式可以来赞美我们的上帝。上帝他真的非常的美。刚才听到歌词里面有很多很多让我很感动的歌词，真的是每一个故事，真的是一个歌词就有一段故事，好不好？跟旁边的人讲说，刚才的赞美要按赞。跟你旁边讲说，刚才的赞美要按赞，要按赞，对。好。其实呢，我在我的生命，就是我成长的这段过程当中，我也很喜欢音乐，这些音乐我都是非常非常喜爱的。那我自己呢，也为了上帝，感谢神，他让我有这样的成长，所以我做了几首曲子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想要带给大家的就是这首《新奇世界》。我们一起来分享。
没事。对啊，那晨光我知道就是在今天是音乐季嘛，然后大家非常期待，因为教会很多音乐的人才。然后每次到这时候我就好紧张，为什么呢？紧张。因为我要问问，就是他是怎么做出这首歌曲的？我觉得他真是很振奋人心，非常的打动人心。所以我想问一下，到底是什么因缘际会之下，会让你做出这么好听的歌曲？其实哦，说这一首是我做的，我还有点不好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呢，就是这首歌其实它有很多人的概念在里面，就是这首歌非常的有趣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就是我们在敬拜赞美，然后要练习敬拜赞美，要练乐团嘛，就是像刚刚这样大家一起练啊。然后那时候主领就在想说，到底要唱什么快歌？然后那时候我就说，那既然找不到歌，我们来做一首。然后我就坐下来，然后就开始弹，然后开始讲，然后开始唱。坐下来然后弹。对，就开始做钢琴啊，就坐在钢琴前，然后开始弹，然后用电脑录音，然后我就开始唱，然后旁边人就也跟着唱。然后就其实一个旋律里面可能被很多个人修过，就可能说，可能一个 A 呀、一个 B 呀，然后再加上我的概念，然后再弹进去，然后再唱出来。然后刚才有一段话是，我要成为你的圣洁器皿，我要成为你的荣耀精兵。对，荣耀精兵的，这个荣耀精兵这两个字，这不是我想，这是我们那个我在高雄燕巢长老教会的牧师，他帮我想到的。所以不是在这间教会写出来的，对，是在燕巢。对。那为什么会在燕巢教会写出来？因为我在高雄读书。其实这个，对，因为这个真的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故事。就是其实我各位可能看我就在这里讲的头是道，或者是都不会抖了嘛，只有在这里抖。好啦，没有，就是。其实我以前很胆小，然后我自信心也不足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太多人比我厉害的那些人。我看到，我好像看不到前面的人。很多黑影啊，都是比我厉害的。对，所以其实我在教会的时候，我在这间教会的时候，其实我很自卑，我很胆小。然后那时候我的人际也不好，因为不知道就是我的个性啊，就是我的个性，然后再加上我的体态。所以让人家觉得很反感。你的体态非常健美啊，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好的地方。我以前很胖啦，对。2个我吗？有。对，这么厉害。对，那时候我非常的胖，然后所以我很就是我在这间教会的时候，而且有时候会因为我的体态被人家嘲笑。那是什么让你就是变成现在的体态，然后可以做出这样的音乐？就是其实感谢主，就是神让我有一个意念。他让我在这个体态上面呢，他让我有一个想法，说，我要用就是有更好的外表来荣耀他。那就很感谢主，我很顺利的就瘦下来。那之后我也有更多的人际关系。那最重要的是，我到高雄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我自卑，我还是很自信心不足。那时候我到那个团契的时候，我很怕跟人家接触。可是就在去年的圣诞节里面，我们大家选我为就是总召，然后我们办了一个500人的活动。哇，500！对，圣诞节的500人活动。那时候其实大家和乐融融。对，所以说那时候我就发现，其实上帝他给我的装备非常非常的多，在这一间教会里面，我以为我什么都不会，原来我在这一间教会得到了非常的多。所以你在教会的成长，就会变成你现在做出这些音乐的助力。对，真的。那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好。就是对很多的音乐人来说，就是无论是神也好，认识神也好，你觉得对你来说，就是在音乐这件事上面，你的教会还有你的信仰带给你最大的帮助，还有你想鼓励大家的话是什么？其实我真的很鼓励大家，就是如果你爱音乐，或者你很想要了解这个信仰的人，你一定要来到教会，因为这个地方它有很多很多的礼物等你来拿，你知道吗？这边的礼物是放在那里让你随处拿的，你只要对外表，对，就是很多创作的灵感啊。因为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，但是教会
给我很多的感动，所以我有另外有了一个感性的一面。所以这些礼物是等你伸手来拿的，真的等你伸手来拿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让我学习到，原来我可以变得不一样。我原来可以不是只是那个我而已。我以为的我，并不是真正上帝所创造我的样式，那个是更多更美好的。讲了这么多，我还没有问一下，就是目前在哪里高就？高就。看起来就是应该人生历练丰富嘛，然后还有就是应该是很多的装备啊。那为什么就是写出这么多的歌迷？难道是非常经验老道吗？没有，其实大家自己我现在我叫李承光，对，就是刚才那个 PPT 上面都有写。那我现在在树德科技大学，就是高雄的树德科技大学就读。那我读的跟音乐没有关系，是行销还有视觉传达。对，那音乐是我的一个兴趣。对，那真的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，真的要感谢神，因为这是我有史以来最成熟的一首歌。感谢上帝，我们把荣耀、掌声归给神。哈利路亚！看他这样子，就是以为他已经很老成，但其实没有。你现在才几岁啊？我20。20，他20岁。请不要再说我是而且就我知道呢，他好像是从国中就开始写歌。对，在这间教会，他们都知道。对啊，所以很感谢神，就是让他有这样的才能，让他来这样服侍神，也让这些歌曲去打动到每一个人的心。然后我们再次将掌声归荣耀给我们的神。